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4月11日公视台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国内组新冠有放射进度。国内目前已经有24000多人做过 AZ 疫苗，而且对明仔载开始，中央甲地方的防疫人员嘛会当开始注射。即马已经有10个地方首长表态讲愿意带头自大声。另外，陈市长嘛证实，当咧规划予出国读册甲出场的人自费注疫苗，细节上紧后礼拜公布。 国内新冠 AZ 疫苗继续自初到新增2577人注射，从开始注射3礼拜以来单日新冠的记录，累计有24450名医护人员注射，各新增14件不良反应通报，其中1件是其他疑似严重不良反应事件。这个个案是接种后有胸闷、发烧、发冷、恶心、呕吐的住院，那目前症状已经缓解，而且已经出院结案。 后礼拜4月12日起，将扩大予中央甲地方防疫人员，佮接触风险工作者注射。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防疫像作战，将带头注射。防疫就是作战，更何况 AZ 不管再怎么说，起码它的保护力还是有70%。 毋但侯友宜、台北市长郭文哲、汤市长郑文灿、台中市长罗秀燕、高雄市长陈其迈等有10县市首长拢已经表态愿意注 AZ 疫苗，希望让提悬民众注射意愿。此外，为了加速注疫苗的速度，指挥中心也计划开放出国留学民众自费注疫苗，初步规划自费疫苗以1万剂为目标。 可能在自费有出国留学了等等，以前我们的限制比较严格，那一部分我们会开放有一小部分让大家自费来施打。那公布的时间大概应该是下个礼拜。 但市长强调，开放自费疫苗方向是确定的。另外，自费市场介绍等细节也需要进一步讨论，相信后礼拜公布，也不排除将出国的对象也纳入自费疫苗适用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 缅甸的军事政变到今已经超过2个月，示威群众嘛是无愿意落软，继续上街抗议。不过，仰光附近的一个小镇博古，2天来已经有超过80个人被安全部队弹死。根据统计，目前已经有701人因为镇压死亡。也若是军政府是宣布讲，因为民众想要和平，所以会伫2天来举行大选。虽然缅甸的安全部队继续镇压，不过民众依然继续和平示威。 真侪人举着3支砖头啊，反对军政府的高压集权。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统计，自政变开始到这个月初10，有701人因为安全部队镇压死亡，其中包括48个囡仔。 也有2800多人被逮捕。强光附近的社镇博古，最近暗时抗争者和安全部队开枪射杀，2天内就超过80人死亡。在暗暝中枪声拢无停，目击者讲，缅甸当局不爱让要去救的人挖掘尸体，也封锁附近的区域。到日时，民众依然无放弃表达诉求的机会，继续伫一个路洞后壁抗争。 示威活动国家大规模的罢工，缅甸全国规拢停来。军政府讲，对抗政权的抗争活动已经慢慢减少，因为民众也想要和平，所以伫咧2年内举行大选。这也是军方第一遍提出回归民主的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各地头的气温会较小落，不过早暗也是较凉冷。咱做伙来看温度。 今日水汽减少，天气稳定，西半部是多云到好天。这方面的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低阵雨。温度的方面，北部有机会到28度，南部可能会到30度。不过拜二入暝了后，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嘛会变强，天气转做湿过冷。北部敢若剩15度，落雨地区是以北部甲东半部为主，中南部山区会小可落雨。另外，今日各地 离岛的部分，金门甲马祖云会较低，会溜溜啊大雾，骑车甲赛车就要注意。中南部一直无落雨是真欠水，不过无米兼润过。苗栗竹南伫咧车九有徛家火烧厝，一声就用掉3000多公升的水。这个欠水时期是要安怎补充救灾水源？是互消防队头壳摸咧烧。
透天厝的3楼不断冒出浓烟，消防队赶到现场，马上布水线抢救。苗栗县地南镇这间透天厝9号尾暗暝传出火警，虽然15分钟就甲火势拍花，不过8号、9号这2天，地南当时停水期间，这件小火警就互消防队用了3500公升的水。欠水期安怎准备救灾水源，嘛是消防队重要的课题。如果市区里面像我们市区的，像工业区旁边很多消防栓，我们起水也是比较快。但是如果说要我们去水车去载水来支援我们救灾的话，这个时间上会来不及。目前我们竹南地区调查，总共23处的备用水，所谓备用水就灌溉期、水郡、游泳池、池塘。如果是属于工厂需要大流量的水源出水的话，我们会邻近的分队会支援到这个23个备用水源起水。唔那是消防队必须要找好水源，对一般民众来讲，水源嘛相当重要。南投县虽然目前还未限水，但嘛已经是减压供水的阶段，民众烦恼水无够用，未少人到南投县府外口的储水站来灌水。这个水拢是县府地下室冒出来的天然泉水。因为现在缺水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县政府就把这个自然的这个涌泉把它引到在我们的这个路边林民丁表示，泉水是当年去县府大楼时阵为地下2楼摄出来，因为县府清洁使用外也有剩，所以为了因应水情严重，设置储水站开放民众使用。不过县府嘛提醒，泉水将来作为清洁压火使用，袂使客来啉。记者苗栗南投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苹果日报》。台中苗栗北彰化的部分地区，从礼拜2开始供水5天停2天，为着提供水予无够用的民众，真侪所在会当灌水。不过，即马是有民众反映讲，去到灌水的所在线灌无，补水伤过万等等的问题。水利署表示，已经调国军90台消防水车去投保。所落来是自由时报。台北市卫生局定出新型粉品管理治理条例，将电子粉、加热粉品等等全部纳管。台北市全面禁止卖电子粉，违规的人上当会当罚5万。草案已经送入议会，上紧下半年就实施。上尾是联合报，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在中国境内高占市场的行为，开出大约是791亿新台票的罚款。这场罚单的金额是中国有史以来上悬的。面对这项处罚，阿里巴巴表示会诚恳接受，完全服从。昨是大甲妈射箭活动的头一天，今年因为疫情较稳定，虽然同款爱挂喙罨，袂当软轎卡，不过无限制参加的人数，估算有超过10万人来到6月。大甲妈经过路线当中，上高因为抢救小派中华民生地下道，昨嘛安排300个警察咧戒备。大甲妈绕境第1天下昼，马祖新桥甲大批随行的游客为台中市行过大渡桥进入中华园。因为今年的绕境活动正常举行，无限制人数，真侪去年因为疫情无参加绕境的民众，今年拢来参加。不过目前也在防疫期间，民众大多数有挂喙罨。疫情好像比较改善一点，对，所以可能台湾人民比较 OK。可以赶出来这样子。防疫上面会不会多注意？有啊，我们就戴口罩这样子。大甲镇南宫也配合政府政策，除了要求信徒挂喙罨，马祖新桥在行程中也无予民众软脚底。今年大家拢行出来，这是一个历程啦吼。我看到很多拢在行，大家拢遵守规矩，无软脚卡，大家拢把口罩戴起来，真的是一个真的真好啦吼。大甲妈绕境进入中华，也予中华警方唔敢大意，因为会当讲，当年伫中华市民生地下道拢会发生抢救的状况，甚至演变成肢体冲突，互警方认为一级战区，所以今年伫民生地下道都部署300名警力。第一个部署警力约300名，第二个我们在现场部署了30处的搜证点。第3点，我们运用了600面的交通改道牌。第4点，我们编排专责警力在现场盘查可疑的人士，只要有知识，我们会立即逮捕，依法就办。中华警方强调，只要闹事就随逮捕，呼吁民众爱冷静。大甲妈头一暗驻驾南药宫，中华县府甲南药宫也免费提供场地，互游客休困清洗。不过也是希望大家拢会当注意防疫，甲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
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疫情摇伫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292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总是增加2个病例，目前是1000过56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50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超过3180万例，巴西超过1330万例，印度已经超过1320万例。欧洲迄边上界严重的法国已经超过500万例。根据统计，即马全世界已经注超过7亿吨的疫苗，不过大部分拢是好亚国家的人民，显示全世界疫苗是分配无平均。另外，除了 AZ 疫苗传出可能有脱回落的风险，即马加入 COVAX 平台交生疫苗，嘛风声讲有4个人资料有结伙角的情形，相关单位已经开始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上新疫苗注射情形，全球目前已经注超过7亿剂，不过却有8成以上集中伫高收入国家，显示全球疫苗分配无平均。There remains a shocking imbalance in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vaccines. More than 700 million vaccine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globally, but over 87% have gone to high-income or upper-middle-income countries.While low-income countries have received just 0.2%. 瑞典环保小组通贝里也为注射分布无平均抱不平，甚至讲，若状况无得到改善，那呢，伊就唔出席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The best thing would, of course, to get everyone possible vacc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especially those at the biggest risks. 到目前 ，COVAX 已经配发大约3840万剂疫苗，予102个国家，目标第年底分发至少20亿剂。同款导致 COVAX 平台的交生疫苗，即马却传出有人注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欧洲药品管理局接到消息，有4个人伫注了后出现罕见的脱回落合并血小板落架状况，其中1个人不治身亡。美国 FDA 表示，目前无直接证据显示疫苗甲脱回落之间有因果关系，不过会继续调查。美国疾病中心 CDC 认为出现严重副作用比例偏低，所以建议继续做。另外，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日报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对中国科兴甲国药2大疫苗进行评估，上紧月底会公布敢是批准紧急使用许可。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昂婿菲利普亲王，伫咧当地时间4月初9日死，享其寿99岁。另外，上新的消息是，菲利普亲王的丧礼会伫咧后礼拜六以私人的形式举行，无办国丧。另外，退出英国王室的哈利王子翁仔某，因为梅根是有心，敢若哈利王子会参加。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先生爱丁堡公主菲利普亲王，当地时间4月初9伫温莎堡过身，享年99岁。全英国降半旗致哀，真侪人去白金汉宫甲温莎堡献花致意。We remember the Duke for all of this, and above all, for his steadfast support for Her Majesty the Queen. Not just as her consort, by her side every day of her reign, but as her husband.Her strength and stay of more than 70 years. 1911年出世伫希腊的菲利普，当时也是丹麦甲希腊王室成员。18岁甲迄时阵也是公主伊丽莎白第一摆见面，两人都对接爱河。为这段婚姻，伊放弃皇室成员资格甲继承权，入籍英国，成做爱丁堡公主。From the moment they got married, he supported the Queen. He was one step behind her.And this was a man who could have had an absolutely stellar career in the Navy, gave up that job and supported the Queen for the next more than 70 years. 菲利普亲王伫海军官校毕业，捌伫一次大战期间英勇作战。伫伊丽莎白继承王位了后，放弃军人身份，陪女王经历王室的起起伏伏超过70年。不过，伫今年传出身体无舒适，3月住院接受心脏手术，28天才出院。His bravery serving in World War II, as well as his being a champion of the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haritable things he set up. So we really do express our condolences for extraordinary life.在英国业成员国甲全球领袖拢对英国王室表达慰问。白金汉宫伫声明中提到，女王将为亡夫守丧8天，
菲利普亲王伫在生的时阵要表达无关于罗斯动将，所以未举行国葬。伦敦按算伫符合疫情规定之下举行纪念性的军事游行仪式。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关心太鲁阁败马以外事后的发展，花莲地检署扩大约谈代替的官员甘做上等等，包括代替花莲公务单姓任的施工主任等等4人，因为涉嫌过失致死罪，以15万到50万交保。另外，同款互人列做被告的义工阿好，因为工程车落去铁基路煞骑车紧走，伊的野伤即马嘛去互抓出来。70透早晚5点，代替花莲公务单4任的施工主任的出来的人，摕着现金来到花莲地检署，准备要办交保。主任，李义祥第一时间打给你的时候，有跟你讲现场状况吗？他有告诉你说现场是？戴着蓝色的帽啊，穿着蓝色的外套，4任的主任拢无讲话，开车离开。花莲地检署找到下晡扩大约谈代替花莲公务单4位人员甲甘助商联合代替2名的人员，就是要调查因在北回线边坡安全防护设施工程这方面，是毋是有疏失，还是违法的代志。指挥法务部廉政署调阅相关的资料，好，并且搜索办公处所、住家总共7个地点，复讯6人。好，检察官复讯到今天清晨，啊，厘清并且掌握相关的事证。经过透明的询问，4任的施工主任、4判的工程师，也有联合代替4张的安慰人员，甲4里的建筑主任，依照涉嫌过失致死罪罪嫌，以15万到50万块交保。代替花莲公务单4地段长，也有4任的副段长，或者请回，再去相关人员陆续交保。第一天来说明跟这天说明的结果不太一样，有遭到交保这部分有话想说吗？对单一的过失致死罪扩大到违法照牌，是毋是牵涉贪污？检方表示，会查明犯罪事实，再搁做法律的评价。而在案中共同的被告就是义工阿好，事发了后走离开的影像也公布。路口监视器翕到伊在车里早起10点钟，家己骑机车到李义祥的徛街，机车藏好了后，再搁到花莲火车站附近倒去同乡，并且在车前方抓到。记者综合报道。中德站到河银站的铁基路完成试营运，按算4月20会通车。事故发生了后，代替有公布一支紧急通报的专线，不过即马所有民众是专工卡看卖看敢会通，甚至阁有人卡去未代替。通往太鲁阁河火车事故地点的路口，70开始代替设置工区防疏线，并且派出人员规工来管制。前一暗完成试运转了后，施工作业区的现场也放备用的材料，也有派去的铁基这物件，要由公务人员来调离开，加工地加修复清气。非相关施工或台铁人员不能进去，都不能进去。哎，对。你们以后会这边会长期会派人驻守这边？对，长期会。初九暗时的试运转对中德甲河林站总共进行4摆的测试，铁基路、河池甲电车线这设备测试拢运作正常，所来会由相关的单位来检测清水泵坑的结构安全。即阵有定20恢复通车的时程是不变，到时阵来到这个事故的路段，会用慢速来慢慢开。在我们的一个联合检查的一个会议决议暂时以时速40公里来运行通过这个事故的路段。而代替这摆严重的事故，各界拢真关心，那当时工程车出来应及时来被通报。无你甲有机会避免这种遗憾的代志发生。进前代替也甲障碍物的紧急通报电话广告上网。第3月份，这个电话平均一天3-4通的电话，也阁有行车调度员指出，敢若车别一天就接150通，有人卡来测试，有人是卡来乱码，造成真大的困扰。如果说一般民众没有针对一些紧急事项而去拨打这个电话的话，会去影响到他们危机处理的作业。代替指出，综合调度所现控室调度员爱负责辖区内底列车调度，让列车准时安全。工作时间爱监控10台班车以上，必须爱真专心注意，而且爱甲现场各车站随时来联络，呼吁民众莫乱卡。而调度员建议，事关行车安全的专线，应该比较110也是119勤务通报中心，由专职的部门来处理。代替表示会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家长会长联名邀请约100位家长甲教育部座谈。会议当中，一科办课纲甲111年的考试招生是上届侪家长关心的议题。有家长就反映讲，囡仔伫咧学校经历着想要修的课，
而且嘛，质疑讲个人的申请到6月才开始审查，到时间真正有时间会当认真看。关伫考审大会举行前，教育部长潘文忠宣告，全国家长会长联名甲教育部有要做谈会来致辞，因为家长所反映的问题是制定甲调整政策的依据之一。有些比较急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有一个因为这个推甄牙医的名额这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教育部得到这个讯息也用最大的力量来协调。全国家长会长联名，甲去年11月开始，全台7场的座谈，甲上千位家长回馈，会诊真侪6大的教育议题，总共113项的提问清单。教育部是派出将近20位的国教师人员来接招，先回应真侪家长关心的100倍课纲，尤其是囡仔向父母来反映，有时阵选袂到想要修的课程。学校也可以运用这个选课的意向书，事前来调查说学生的一个选课的意向。当然，学校可以搭配自己的一个师资，还有课室的空间等等的条件，依据学生这个选课的需求来规划要来如何来开设的课程。开放提问的时阵，有家长好奇大学教授到底是安怎看待学习历程？离111大学考招，个人申请到6月才开始来审查，教授敢真正有时间认真来看咧？我们大学6月是所有的教授最忙的时候，那会不会牺牲我们孩子做了很多备审资料，教授连看都没空看？教育部表示，已经陆续公开学习历程档案的要领，而且无学习历程的档案，以外会使使用100性的备审资料。不过家长也讲，真侪人唔知影这件代志，有的高中也无确定，建议教育部发公文到各高中，才会有所依循。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意大利因为信仰天主教，对性别的观念是较保守。不过为了创造友善的环境，意大利有一寡高中允准学生用家己介意的性别甲名字入学，互一寡对家己的性别感觉糟心的囡仔会当安心读册。意大利罗马一间瑞比塔技术学校，最近甲一寡高中同款，准跨性别的学生用家己感觉舒适的名甲性别入学。无一定爱用本名或者是法定的生理性别，安尼先做是为了要创造更加友善的环境，互对家己生理性别担心的囡仔甲青少年会当安心。Sono molto contento di questa cosa, sono molto contento per per le persone come me che inizieranno ad andare in questa scuola e che saranno protette da questo lato sia per il bullismo, per il cambio del nome, passeranno molti meno guai di quelli che ho passato io. 马蒂欧讲，伊成长的过程总是感觉是住伫咧无共性别的身体内面，伊互人霸凌，心情常常担心无助，甚至想要自杀。伊伫14岁迄年，向父母坦白讲，家己想要改变性别。虽然伊的父母怎么正支持，不过这条路行来是真困难。Io anche se per me sarà, lo sapevo, però per me sarà un po' comunque affrontando la realtà, poi comunque una mazzata la prendi.Però comunque io anteposto la felicità di mio figlio a tutto il resto. 根据检举大学网站的资料，伫1982年，意大利就准跨性别者合法改变家己的性别的登记。法新社引述一份调查报告，讲意大利人这几年愈来愈支持少数人的权利，不过整体社会受到天主教对性别的观念影响，甲其他欧美国家比，依然是较保守。有一大学准跨性别学生家己更名甲性别，怎么有一寡高中也开始安尼做。Rapporti interpersonali con soprattutto il rispetto dell'individuo stesso e delle sue libertà di essere. 虽然伫意大利要登记该性别，无一定爱做变性的手术，不过马蒂奥讲，以后伊也是想要动手术，互家己的年房更加男性化，安尼较袂碍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辑。天气报你知，今日的水气减少，天气稳定，北部的高温会到28度。不过拜二入暝了后，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嘛会增强，天气转做湿过冷。咱这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中部地区17度到31度，南部地区19度到32度，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外岛地区16度到26度。
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祝您规工顺心，咱再会。